歐洲央行年底推出新版20歐元鈔票，加入嶄新防偽特徵。由莊曉麗帶大家睇下。呢張正係新版嘅20歐元鈔票，同舊版嘅比，同樣係藍色，但新版嘅藍比較鮮豔。新鈔正面嘅兩側增加凸起嘅線紋，仲有其他新增防偽特徵。The new note includes a feature which you won't have seen before. It's called the portrait window and is a real innovation in banknote technology. 只要喺光線下，鈔票穿透部分就會出現希臘神話角色歐羅巴。新鈔喺今年11月底開始流通，之後陸續會推出新版嘅50歐元同100、200、500歐元嘅新版鈔票。歐洲央行喺2013年開始推出有新防偽特徵嘅5歐元同10歐元新鈔，取代2002年元旦起喺歐元區流通嘅舊版。有線電視記者莊曉麗報導。